係錄影嘅時間係2025年12月27號星期六本地時間晚上唔係凌晨嘅2點38分。真係好難得有單咁好笑嘅嘢，要即係同大家解拆一下乜撚嘢叫做假消息或者係真消息。咁呢單嘢咧，個內文就係咁嘅，條題就係話哇，沉痛哀悼2名港人戰死烏克蘭。內文就係咁噶啦噃。開引號，據在烏克蘭前線服役嘅前華籍鷹兵 Edwin 透露，2名港人在烏克蘭前線執行任務期間英勇犧牲。2名港人服役於烏克蘭武裝部隊第141獨立機械化旅士兵。據消息2位都係年輕人。消息係由指揮官直接告知 Edwin。任務中咧就包括2名港人在內嘅3位士兵啦，開括號 John、Pin 同埋 Sander 刪括號，咁要潛入去某個攻擊點，拯救1位哥倫比亞籍烏克蘭軍人，以及奪回1位已逝世哥倫比亞籍烏克蘭軍人嘅遺體，在進入戰場前嘅3公里，3人受到火力開括號疑似無人機刪括號攻擊，3位士兵陣亡殉職，但最後仍成功完成任務。成件事佢好似有咁咧。消息來源冒號 New Hong Kong NHK 刪引號，我以為睇唔到個刪引號，我以為開咗個引號就冇刪引號添。我好挑剔啲標點符號噶嘛。好，對唔住。咁但係最得好笑嘅咧，就唔係淨係即係一個老即係年過花甲嘅 Edwin 前華籍鷹兵 Edwin 去到烏克蘭，然後佢講個故仔好得好笑咁啊！屌，你上下編劇班先啦，你老母！佢呢3個2名港人在內嘅3位士兵咧，就要潛入某個攻擊點。如果嗰個係攻擊點嘅話，使撚潛入咩？你係潛入對方嘅陣地啊嘛，你點會潛入自己嘅攻擊點啊？如果個攻擊點係對家嘅，你老母，你點會派3個人真係潛入啊？係咪送死啊？我唔係，佢哋咧就要順便咧就係去拯救1位哥倫比亞籍嘅軍人。嗰個攻擊點點解會扣留一個戰俘啊？如果攻擊點係對家嘅話，點解佢要即係我唔信俄軍佢會嘥米飯養一個哥倫比亞籍嘅烏克蘭軍，佢連烏克蘭籍嘅烏克蘭軍佢都唔會養啦，嘥米飯，你估佢真係好多錢啊？養住個戰俘，然後等你嚟潛入個攻擊點嗰度救佢走啊，同埋奪回一個已經逝世嘅哥倫比亞籍，做乜成日都揾哥倫比亞嚟即係過橋啦，係咪先？哥倫比亞籍啊，烏克蘭軍人嘅遺體，又要救一個生嘅，又要執翻件死嘅，你得3條友。其實呢個係唔係招募廣告嚟㗎？如果係嘅話，正。咁但係屌呢3條友進入戰場前3公里就俾人用疑似無人機搞掂，我都話送死㗎啦。點解你3個出發之前，如果真係有呢3個人嘅話，點解你3個人出發之前，你唔喺 IG 度 PM 我啊？等我教你2招點樣去潛入啊！
最好笑嘅就係，屌3位士兵都陣亡殉職喎，但最後仍成功完成任務。咁佢哋任務係咩啊？係拯救一位哥倫比亞籍烏克蘭軍人，同埋要執翻嗰件哥倫比亞籍軍人嘅遺體，3個死咗嘅人可以完成到呢個任務。如果2024年嘅9月底，呢一個叫 Edwin 化名 Edwin 嘅人係去到呢一個叫做利沃夫烏克蘭利沃夫呢個地方，第一個問題我要問嘅就係點解烏克蘭軍唔撚趕你走嘅？我哋50幾㗎啦噃，你嚟做咩？我唔係，屌我係為咗正義，我嚟幫你打仗㗎。哦，好啊，咁你做過啲乜嘢令到我覺得你有資格幫我打仗啊？哦，我咧做過呢一個泰國緝毒特警。OK， 泰國緝毒特警。咁跟住咁我即刻即係 AI 一下啦。究竟如果你要喺泰國考警察嘅話，你需要啲咩資格啊？以下落嚟咧就係 AI 答我嘅。想投考泰國警察咧，主要係泰國公民，符合年齡，開括號通常係18至37/42歲，即係最年輕嘅要18。年齡上限即係歧視咯，37或42喎，就因應唔同嘅省份咧就有唔同嘅年齡上限標準嘅，咁所以有個 stroke 喺度。跟住頓號教育程度，開印號高中至大學以上，高中至大學以上，咁你會考啫喎，仲要兩頭唔到岸喎。OK， 並且通過嚴格嘅體能筆試同面試喎，但近期有非法開印號、異境刪印號課程嘅爭議，官方強調未授權外國人培訓，暗示咧就係外國人想成為正規嘅警察難度極高，且正規招募對象不含外國人。咁可能佢除咗化名之外，仲有泰國護照啩？外國人想成為正規泰國警察，機會非常渺茫。在泰國嘅華人上接觸到嘅係移民局警察，他們負責管理外國人出入境及生活，通常有一定嘅外語能力，但這是正規泰國公務員體系。建議 Aaron 啊，有建議喎。嗱，如果你係外國人，想喺泰國擔任類似警察嘅職務，應尋求正規嘅渠道、正規嘅管道，例如關注泰國移民局或相關部門嘅招聘資訊，而非坊間聲稱嘅短期速成班，以防受騙或觸犯法律嘅觸法啊！咁點解141獨立機械化旅嘅指揮官會將呢一個消息親自話俾阿 Edwin 知嘅咧？因為佢都係我嘅同鄉。點解得㗎？即係點解得㗎？因為你個同鄉死咗，咁所以我就話聲俾你知，哇咁八婆㗎，原來141咩獨立機械化旅嘅指揮官咁撚得閒㗎？喂，死兩件啊！即刻叫啲靚，成個烏克蘭軍隊邊度仲有香港人？我要即刻話俾嗰啲香港人知，佢有2件死咗咁樣啊！有冇人可以代阿 Edwin 答啊？第二條問題，點解呢2個分別23同30歲，聲稱已經陣亡咗嘅香港人，
佢喺11月2025年先至嚟到烏克蘭戰場，個零月咁就陣亡。點解？嗱，一個23歲，一個30歲啊，年青力壯。點解一個50幾嘅可以喺2024年9月底嚟到而家2025年12月底都冇事嘅？如果你係嗰啲烏克蘭嗰啲人 ，OK， 你嗰啲軍隊啲人，見到有個50幾嘅走嚟講，我叫 Edwin， 我曾經咧喺泰國做呢個緝毒警察，喺中東某個國家做過保鏢，為咗正義我嚟烏克蘭打仗。即係如果有個烏克蘭嘅軍官啊，見到阿 Edwin 嚟到，然後同佢講呢番説話，好見到50幾。你係作為一個即係指揮恰當啊、有常識嘅一個人，咁你送上門，我又冇理由嘥你嘅。但係你要我俾支槍，你又話我信你唔過噶啦，係咪啊？係咪應該有個咁嘅判斷啊？咁你就留低喺度做 reception 啦。即係如果再有啲好似你咁樣嘅走嚟，你又識泰文啦，你又識一啲中東某國嘅語言啦。又有啲兩頭唔到岸嘅英文啦，同中文咁樣啦，咁你識多國語言喎，咁你擺做 reception 咯。如果再有泰國嘅嚟，再有啲中東某個國家嘅嚟，又或者你啲同鄉再嚟嘅，你咪幫我招呼佢咯，然後就幫我做翻譯，喺戰爭裏邊做翻譯。你千祈唔好死啊！我唔會擺你拱到上去戰場，咩入去戰場之前3公里嗰啲會俾無人機有機會可以搞掂你嗰啲地方，你放心，我唔會俾你去嗰度嘅。你坐喺一個你話我話嘅一個 reception 位置，呢個位置會喺邊度啊？喺烏克蘭同波蘭嘅邊境咯。啊，係喎，我未 Google 呢一個沃咩夫嗰個地方喺邊度嚟喎？哎呀，我做漏咗嘢添 ，sorry 啊！而家即刻補翻飛啊！屌，真係同波蘭，真係近波蘭嘅邊界喎！我撚呃鳩你啊！屌，咁樣俾我估中喎！屌，我都話我係皇家香港警察嚟㗎啦！哇！你同基輔爭幾遠？我 cap 圖先。點解要喺波蘭邊境嗰邊啊？哦，因為最安全而一般閒雜人等能夠去到烏克蘭嘅話，只能夠通過或者經波蘭先至入到境嘅啫。你冇辦法喺東邊啊，或者南面或北面，呢全部打緊仗，東南北都打緊仗，係剩翻西面嘅波蘭嗰個邊境係最安全。有啲閒雜人等咧，中意去打仗嗰啲咧，就會喺嗰度入嚟噶啦。咁我咪擺阿 Edwin 喺度坐喺度做 reception 咯，幫我隔下渣啊、翻下譯啊咁樣咯。所以點解 Edwin 可以到而家喺嗰度踎一年幾啊，一條毛都冇損失，繼續喺度咧？哇！煙灰彈盡，一口接一口，50幾跑又跑唔到，抬唔到，擔唔到，老眼昏花又打唔到，然後坐喺 reception 嗰度，嗰啲唔識死嗰啲23歲啊、30歲嗰啲走到嚟啦，呢個正啊，用個刀撐好啊，就戇鳩嗰啲，唔好話戇鳩嗰啲嘅，冇阻止嗰啲閒雜人去烏克蘭嘅東面啊、南面啊、北面。咁當你係 Edwin，你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你有冇諗過係唔係一定要傳翻去香港咧？
唔傳翻去香港有冇問題咧？唔即刻傳翻去香港，等有足夠嘅資源啊，又或者局勢有變化啊，然後最終揾翻佢兩個人嘅遺體嘅時候，先至傳翻嚟香港，得唔得咧？翻返頭先嗰條問題，如果你 Edwin 嘅話，如果你係 Edwin 嘅話，你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你會用下個腦去諗下，我係咪要講？我唔講，我會唔會考慮下幾時講咧？同埋講咗之後有咩 consequence 咧？而家喺烏克蘭嗰個 Edwin，佢決定講啦，講晒出嚟啦，得到嘅 consequence 係乜嘢咧？就係有兩個屋企由呢一段發放喺嗰個 platform 嗰日開始係幾多號啊？唔記得睇啦，是但啦，好擔心嘅。呢個擔心係24小時一個禮拜7日，喺度不斷受緊憂慮佢屋企人嘅生死係咪真係死咗？呢種咁嘅精神虐待嘅 Edwin 啊，你知點解？你會去青馬大橋做救援工作，你會去做速遞員，你冇份工做得長啦，啊！如果我係你而家嗰個唔知乜嘢簡單任務嘅嗰個地方或者嗰個部隊裏邊嘅指揮官，我點敢俾消息你知啊？你會放料㗎，你好似以前即係TVB 啲 artist 咁樣係會放料俾記者㗎。你係一個會放料嘅人嚟嘅 Edwin， 有8個字你有冇聽過啊？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嘅。求其一個，唔好求其一個啦，有個指揮官翻嚟話，喂，可能佢嘅消息係錯嘅噃，因為你唔係喺嗰個距離前線3公里外嗰個地方喎，你唔係同嗰兩個傳說中已經陣亡嘅嗰兩個香港人同一個 platoon 或者 column 喎，個指揮官佢都可能聽錯或者唔知咩嘅喎，消息實準㗎。係咪因為佢有指揮官呢個咁嘅朵同埋呢個咁嘅官階，佢放個屁都香啲啊？佢講咩都係真㗎，當係啦。你收到呢條堅料，你做咩唔咕聲吞咗佢咧？喺你未見到嗰兩個人嘅遺體之前，還是係嗰個指揮官指揮你命令你去發放呢啲消息翻嚟香港咧？如果係嘅，咁你講埋啊嘛，唔好等我誤會你啊嘛。還是係個指揮官同你講，唔好同人講啊，未揾到條屍啊，我唔知點樣同啲家屬交代啊，所以你唔好講住啊。還是佢有呢一部分你冇講出嚟啊？Edwin over， 你知唔知你而家隨口噏嘅一個咁嘅古仔，搞到兩個屋企人真係走返香港入境處嗰度去問啊，佢哋點樣過聖誕節啦？點樣過元旦啦？嚟緊農曆新年啦，你要呢兩個家庭點樣可以過得安樂啊？你有冇分寸㗎？你唔識分寸你就唔好做，唔好講。幾廿歲人，你關照唔到其他人發達，你都唔好搞撚到人冇咗個仔啊！你見到啲唔識死嘅23歲、30歲後生搖搖，你見撚到佢嚟到波蘭同烏克蘭嘅交界，去到你嘅 reception 前面講我要打仗，你屌柒佢屌走佢啦！或者問佢關你咩事啊？不過我都想問你關你咩事啫。不過 anyway，
又唔敢自己搞掂自己，你希望人哋犯殺業懟冧你，等你可以完結咗你一個一死以謝天下無懼死亡嘅呢個壯舉。你係咁啫，你唔好協助於他人或者協助於教唆他人，都係做啲咁嘅嘢，好唔好啊？